宗父，好得俺老爷安真子的多，做了总兵的武将，来必应全家的荣华富贵。爱汉江的两个莫ye，十分的友好。一转眼，咪到为丈夫家郎的年纪，看来爱爱好好待佢前一个好人家，那么本俺莫ye失亏，让我做得。老妹，你还对老母亲请安去吗？是啊，你啊一同进参见母亲。我两个心肝么下啊，人人啊都往弄来送父出美人，当真有样，唔是本配人讲，你自家看到也两个么嘢，我就当我弄爱自家，俺你17、18岁，讲奶奶。母亲，也弄嘅话，还有本撇啥讲嘅，那用你还用自家讲？就是呀，母亲，你就按答的，还不爱人谈到吧？会见笑啊！有乜嘅好笑嘅呢？这个一打叫唔出安讲嘅么嘢，唉，讲佢條笑乜計？母親。兵来将水动，燕麦战沙虫。父亲在哪里？你不用。朝无穷养我，让我作定武装转来啊！哎呦，我也是真噶，我去战场让你相识。啊！已经天下太平，你和老马啥相识啊？番邦打来战表，万岁命我挂帅前去平天杀头鬼。夫人，家中之事就交代本你咯。我晓得啦，不是你交代。哎呦！还有记得咯，我先西龙的事情，让我莫的粉丝，我等我做人装作的本意的教哦。好，爱弟，莫啰啰嗦嗦，你行行去啦。骗了。送父亲。母亲，父亲出征前夕，我想爱老妹去北宫庙烧香献宴。必应父亲的身回家，我两个么嘢安友好，今日就出去，爱事事小心。那么我听日就落去准备下嘞。姐妹啊！
里的战场之上，那反比对天，阴地会有乜嘅危险吗？老妹，您是担心，方才恩你已经在北公面前受刑作告，两边北公今天会比较父亲，那都成功。希望父亲平安无事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恩你赶紧回府来去。且慢，两位小姐，爱去哪位啊？你哋去马莎想去做乜嘢？嘿嘿，我做乜嘅？看你两人嘅打扮，想必一定係千金小姐。拿來，爱拿乜嘅？拿錢來呀！啊！你爱钱是吗？我老你个，我可是是千金小姐，不过啊，我身上冇钱。哈？乜嘅呀？你冇錢啊？我身上嘅錢全部本我卡嘅人講起嚟。莫老嗌變鬼變怪，快講錢財哪位？第幾片？哈？本地騙到呀？對呀！
将爱姊妹此事一线钱也拿唔到，那么你先表爱老妹转去拿钱，爱听你丢转去。阿姐，好啊！本日3日将钱带来，雄起将其带回。南山做菜为土地，拍时拍米拍腐时，希望求财爱要求，毕竟人间太生爱不必来，爱不必。哈哈哈哈哈！爱呀，就是南山土地，20年前奉了玉帝旨意，解救东晋的太子天下，如今啊。20年的结束已过，我见的基老宋景荣用夫妻的缘分。已经宋景荣用难，係我安排佢2人相見，定係時機將到，再本佢哋人主歸座。年年夢見快樂景榮到來。係我三菜熱婆。送给老人求签，有时出日头，到暗晡头就本无好事。你今日遭风落水，也无去老人本，错半日到夜下就忙失，过不久，家子的把灯，来去实施几条老人求签。来看我一番。奇怪，我当日行这条路，因为上来无强用的啦。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本机拖走嘞。对呀。有人很救命，带我向前看来。哎呀！你俩看死过，上开！哎呦！你有冇按摩礼貌呢？出在就冇好话，
因为马人缺失故，本来就系缺失故啊！爱看你呀，唔单唱系强鬼缺失，还系一位摆脚缺失咯。我系摆脚缺失，要用办，反倒系你，好手好脚，强天拍人，欺负一个小妹，什么嘅英雄好汉？哟，原来你系挑事东来嘅戏路，讲嘅一副正人君子嘅样诶。爱看你呀，咪想去抢人希望啊！那系做才用强嘅，就有钱好用。我也唔是辛苦做缺失嘞。我再讲，我此人命坏，用体不全，怎来做缺失？你系后生人，身体又安用，应该爱开创卖菜。你做乜嘅爱抢人啊？你俩摆脚缺失，也敢高兴爱呀？爱看你呀，青年班嘅阿伯啊，唔抵死呀！哈？你爱吃我呀？我一个缺失罗汉，又摆脚，当然打你唔赢。你那系吃我？你会本鬼嘅黑道做狗爬，一路爬到太极上。你讲嘅係乜嘅講法啊？兄弟啊，看來冇高興一下做唔得啦，打！但看我一法。哈哈哈哈！按你讲，当真做狗爬走咧？多谢人出手相救。小姐，小康事情何足挂齿？根本公子，莫非好有想法？我嘅出嚟牛正经谈话就逃走咧。小姐讲笑咧，我哪有好乜嘅想法？我只想要吓佢一下。青菜讲，佢会本贵嘅吓到，乃啲佢当真做狗爬走咧。小姐，一下冇事咧。唔知小姐带菜哪位啊？我带菜前面是不是给条给送夫，给送夫给钱金？哦，原来是双小姐。不得公子是何名相？小姐呀、唔好喜爱公子，爱是一介法子，相用命快鸟。用快鸟，难道你不卡梦人么？爱慕小姐呀。孤身登台司机安排，司机安排。虽然身为法子，不过我以前有用户教我读书写诗，我也每年学习文章，希望以后能得考取功名，来改万门令。唉，可惜啊，也下心有意，力体不就，只好每日送给老人求签。